您可能多年来一直被告知，起司是老化肌肉的必需品。也许您的医生或营养师说过，一杯起司可以提供25克蛋白质，非常适合保持强壮。所以您试图让它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事实是，没有人愿意大声说出来，起司被过度推崇了。当您试图说服自己享受它沉重的质地时，您正错过了其他能更快提供蛋白质、味道更好、实际上更有效帮助重建力量的食物。想一想这个问题，有些食物不仅仅每杯提供25克蛋白质，它们每份可以包含40克、50克，甚至60克的蛋白质，而且与起司不同，它们还带有您的身体迫切需要的额外营养素来对抗肌少症。Omega-3 脂肪酸可以缓解发炎，肌酸可以增强您的肌肉，维生素 B12 可以保持您的能量，而肌肽可以保护您的细胞免受酸性物质堆积的伤害。相比之下，起司看起来很普通，只是一个含有蛋白质、含钙质的咸味、水感十足的食品。更不要忽视钠含量，大多数起司每份含有近800毫克的钠，远超过大多数长者一次应该摄取的量。这么多的盐不仅会影响血压，还会让您感到腹胀和疲倦，而不是充满活力。难怪这么多人怀着好意买了一块起司，吃了一点，然后看着它在冰箱里偏执。这不是关于意志力的问题，而是您的身体和味蕾在告诉您，这不是骗强壮的最佳方式。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您过了60岁，您的身体每年自然会流失高达1%的肌肉。以这个速度，普通的蛋白质来源是不够的。您不需要平庸的，您需要非凡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向您展示这些替代方案，7种在各方面都超越起司的食物，更快速、营养更丰富，而且在对抗肌肉流失方面更有效。如果这是您第一次收看健康资讯频道，请务必订阅，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分享的健康小贴士。让我们开始吧。第1种，蒸鱼罐头。今天的蒸鱼罐头与您祖母过去煮的完全不同，它更干净、更美味，而且即将成为您对抗肌肉流失的最强大工具之一。仅仅一个标准罐头，大约4盎司，就能提供惊人的42克蛋白质，这几乎是起司的2倍。与起司中缓慢的酪蛋白不同，这些蛋白质作用迅速，在您进食后直接快速输送到您的肌肉，启动修复和生长。但真正的秘密在于额外的营养素。每罐含有约4000毫克的 Omega-3 脂肪酸。这为什么重要？因为 Omega-3 不仅能缓解发炎，它们实际上还能增强您肌肉使用蛋白质的能力。亚伯丁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取足够 Omega-3 的长者建立的肌肉量几乎是没有摄取的人的2倍。即使2组人吃的蛋白质量相同，然后是维生素 D， 一罐就能满足您每日需求的100%以上，而且不是添加到牛奶中的弱效 D2， 而是强效的 D3， 与您的身体从阳光中产生的类型相同。D3缺乏是老年人失去力量、平衡能力下降以及面临更高跌倒风险的隐藏原因之一。起司无法提供这些。这里有一件我发现时感到震惊的事：蒸鱼富含辅酶 Q10，这是您的粒线体
赖以产生能量的营养素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水平急剧下降，让您感到疲倦和虚弱。一罐蒸鱼所含的辅酶 Q10比您在药局看到的许多昂贵补充剂还多，而且不要忽视维生素 B12， 一份提供超过您每日需求的400%。除了保持能量充沛外， B12 对您的神经至关重要，没有它，肌肉无法正常收缩。许多人将 B12 缺乏误认为是肌肉流失，而实际上是他们的神经肌肉系统在呼救。现在，让我们谈谈味道，因为我知道这是顾虑所在。现代蒸鱼罐头有橄榄油、番茄酱、辣椒酱，甚至柠檬口味、平淡的鱼腥味，时代已经过去了。试试这个技巧，将它与酪、梨混合，加1点辣酱，涂在全麦饼前上。突然间，您就有了一餐在各方面都优于起司的美食，而且价格通常每罐60到90元新台币，比起司便宜，蛋白质几乎是2倍，而且富含极对抗肌少症的营养素，这是您的肌肉能感受到的价值。但如果您认味鱼很令人印象深刻，等到您看到下一种食物，一种不起眼的豆类，隐藏着没人预料到的拯救肌肉的力量。第二种，准备好，因为下一种食物会让您大吃一惊。毛豆，是的，那些您通常在日本料理店看到作为开胃菜的小绿色大豆，一杯去壳毛豆提供令人惊叹的37克完全蛋白质，包含您肌肉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它含有起司根本没有的化合物异黄酮。关于这些有很多困惑，有些人认为它们对男性不好，这根本不是真的。实际上，在毛豆等完整大豆食品中发现的异黄酮，在多项研究中已被证明可以保护老年人的肌肉量。它们通过缓解发炎和支持健康的荷尔蒙平衡来发挥作用，不是使任何人女性化，而是实际上帮助创造您的肌肉茁壮成长所需的内部环境。现在，让我们谈谈纤维。毛豆每杯含有8克纤维，这是它真正领先的地方。纤维的作用不仅仅是保持肠道顺畅，它为养您的肠道菌群，然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科学家们正在发现丁酸在肌肉保存中发挥着惊人的作用。起司零纤维，也不支持您的肠道肌肉连结。这里还有另一个被忽视的好处：叶酸。一份毛豆几乎提供您每日需求的100%。叶酸不仅仅是为了怀孕，它对于建立新细胞，包括肌肉纤维至关重要。没有足够的叶酸，您的身体很难实际使用蛋白质来重建力量。然后是镁，毛豆为您提供约25%的每日需求。相比之下，起司只有微不足道的5%。镁缺乏会表、腺位、抽筋、虚弱和恢复不良，这些都是长者无法承受的问题。冷冻毛豆烹饪只需约5分钟，只需蒸或微波，撒上1点海盐或您最喜欢的调味料就可以了。您甚至可以购买前烤毛豆作为香脆的旅行零食，世世带着起司外出。它行不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些相同的异黄酮也能强化骨骼，而强壮的骨骼是强壮肌肉的基础。如果您的骨架不支持您就无法有效的训练或重建。起司提供钙质，是的，但没有确保其正确使用的辅助因子。
毛豆提供完整的组合。如果这个让您惊讶，请务必按赞和订阅，因为下一种食物会让您更加震惊，一种以起司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为您的身体提供能量的瘦肉。第三种，鹿肉。更为人所知的是梅花鹿肉，养殖的鹿肉在超市中越来越常见，使您更容易尝试。一旦您看到它提供什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它值得在您的餐盘上占有一席之地。仅仅3盎司的鹿肉就含有31克蛋白质，而脂肪只有3克，这比一整杯起司还多的蛋白质，但分量只有一半。鹿肉蛋白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97%生物利用率。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几乎可以使用所有蛋白质来重建肌肉。这个里是它超越起司的地方，铁质一份提供约4毫克，这不是会让您便秘的那种补充剂，也不是植物中吸收不良的那种，这是血基制铁，是您的肌肉渴望携带氧气的形式。如果您曾经感到容易气喘、虚弱或疲劳，低铁可能是原因之一。在6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尤其常见，鹿肉还富含锌，每份约6毫克。锌在蛋白质合成中起着关键作用，没有足够的锌，您的身体就无法有效地将食物中的蛋白质转化为新的肌肉组织，加上高含量的 B 群维生素，特别是 B6 和 B12。鹿肉味，您提供完整的重建工具组，而不仅仅是原料。现在让我们谈谈味道。鹿肉带有一种浓郁、略带野味的风味，但如果适当烹调，它比起司美味得多。最好的部分，它是如此瘦肉，您可以吃更多，而不会感到沉重或腹胀。与起司的沉重，奶油质地不同，鹿肉让您感到满足，但充满活力。它也非常多功能，烧烤、炖煮、炒或做成肉饼，它都能吸收您使用的任何香料和调味料，而且由于它煮得很快，这是一种方便的选择，适合忙碌的日子。当您需要快速而强大的一餐时，许多长者避免红肉是因为担心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但鹿肉几乎消除了这些担忧。它的脂肪含量与鸡胸肉相似，但提供的铁和其他矿物质远远超过家禽所能提供的，这使它成为需要重建力量但又想保持心脏健康的人的理想选择。第4种，这可能是名单上最意想不到的条目，但一旦您了解科学，它就完全有道理。章鱼，是的，那种有8只触手的海洋生物，您可能从未想过它是蛋白质的来源，但它应该成为您的首选。仅仅3盎司的煮熟章鱼就能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25克蛋白质。脂肪只有2克，这几乎全是纯蛋白质，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而且与起司不同，章鱼含有牛磺酸，这是一种氨基酸，在保持心脏功能和肌肉功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牛磺酸帮助您的身体更有效地使用脂肪作为能量，保留珍贵的肌肉组织。章鱼还含有大量的铜，每份约1毫克。铜是铁代谢所必须的，没有足够的铜，您的身体无法正确使用铁，无论您摄取多少。这就是为什么章鱼中铁和铜的组合创造了完美的营养协同作用，让您的血液和肌肉以最佳状态运作，
而且不要忘记维生素 B12，章鱼在这方面实际上优于大多数肉类，每份提供超过600%的每日需求。如此高水平的 B12 确保您的红血球能够正确形成，这意味着更好的氧气输送直接到您的肌肉。然后是硒，章鱼在1份中提供惊人的每日需求的140%。硒对甲状腺健康至关重要，由于您的甲状腺控制肌肉代谢，这是随着年龄增长保持力量的直接连结。许多人认为章鱼很硬，很有嚼劲，只有烹饪不正确时才会这样做得对。它是嫩的，略带甜味，并且容易吸收您使用的任何风味。在薄片上淋上橄榄油，喝及一点柠檬汁，突然间您就有了一道让起司看起来平淡而沉重的菜肴。这个还有便利因素，您可以购买已经清洗干净且通常预煮的冷冻章鱼，把它放在冰箱里，解冻您需要的量，随时准备就绪，于几天内就会。片制的起司不同，章鱼可以保存数月。第5种，让我们谈谈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就扔掉的火鸡部位。火鸡胗，它们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如果您的目标是停止肌肉流失并快速重建力量，这个被忽视的肉类部位可能是您最好的盟友之一。仅一杯煮熟的火鸡胗就能提供惊人的44克蛋白质，几乎是起司提供的2倍。火鸡胗富含铁质，每份约6毫克，很少有其他食物能与之匹敌。更好的是，它们天然提供维生素 C， 这增强了您身体吸收该铁质的能力。对于处理贫血、虚弱或疲劳的老年人来说，这个种组合正是肌肉恢复和表现所需的。这里还有另一个优势，火鸡胗中的胶原蛋白与主要是胶原蛋白，而没有太多其他成分的骨汤不同。火鸡胗同时提供胶原蛋白和真正的肌肉建构蛋白质，这意味着它们同时支持您的关节和肌肉。它们还富含葡萄糖胺和软骨素，这些正是在昂贵的关节健康补充剂中出售的化合物。这些不仅保护您的膝盖和臀部，还帮助保持将肌肉纤维固定在一起的结缔组织，让您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而平稳运作。由于富含 B12 荷叶酸，火鸡胗提供您身体时即将蛋白质转化为新肌肉组织所需的辅助因子。没有这些维生素，无论您吃多少蛋白质合成都会减慢。现在，让我们实际一点，质地可能有嚼劲，但这个种有嚼劲不一定是缺点，它迫使您吃得更慢，让您更长时间感到饱足。当火鸡胗用香草和香料慢煮或压力锅烹煮时，它们汇片成柔软美味的东西，比平淡的起司令人兴奋得多。下一种食物更具突破性，它根本不是肉，然而它的表现几乎超过地球上的每一种动物蛋白。第6种，大麻蛋白粉不是您到处看到的普通粉末，而是现在正在进入市场的浓缩形式。它的营养非常密集，每100克含70克蛋白质，使其比大多数动物蛋白更浓缩，这是全谱。所有必需氨基酸，加上您的身体仍然需要的非必需氨基酸，仅3汤匙就能提供约30克蛋白质，并且它带有强大的额外阵容，例如
它特别富含精氨酸，您的身体用它来产生一氧化氮，这意味着更好的循环跟改善营养物质输送到您的肌肉。它还富含麩酰氨酸，这是一种关键的氨基酸，有助于防止肌肉分解，特别是在压力或恢复期间。然后是 Omega 脂肪酸平衡，大麻蛋白提供 Omega 6与 Omega 3的天然3:1比例，这恰好与人体进化的平衡相匹配。这个比例支持恢复、降低发炎，并保护关节和肌肉健康，与没有 Omega 3且实际上可能恶化炎症平衡的起司相比，最令人着迷的成分之一是一种叫做大麻球蛋白的蛋白质，它高度易消化，结构上类似于人类血液中的蛋白质，这意味着您的身体立即识别它，并比起丝中缓慢消化的酪蛋白更有效地使用它。而且大麻蛋白不仅仅是关于氨基酸和 Omega， 它也是矿物质的宝库，一份涵盖约45%的每日镁需求，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铁、锌和磷含量。把它想象成一种天然的蛋白质奶昔结合多种维生素，只不过它是真正的食物，而不是合成补充剂。消化舒适度是另一个好处，与乳制品蛋白质不同，大麻不会引起腹胀、胀气或乳糖不耐受问题。实际上，它的纤维含量实际上支持肠道健康，帮助您的身体吸收更多您吃的营养素。味道方面，它有一种温和坚果土质的味道，几乎可以混合在任何东西中，冰、沙、燕、麦粥、汤，甚至酱汁。它比起丝平淡、有时发酸的味道更多，功能更美味。让我们用一种不新奇也不时尚的食物来强力结束它已经滋养人类数千年了。第7种，野牛肉在现代加工食品出现之前很久，这就是滋养真正力量的蛋白质。一份4盎司的野牛肉为您提供约35克蛋白质，脂肪只有3克，这使它比鸡胸肉更瘦，但比任何起司都更美味，而且蛋白质的品质非常出色。所有必需氨基酸都以恰好的平衡来构建和修复肌肉，但这个里真正让野牛肉与众不同的是，它天然富含共轭亚麻油酸 CLA 这种独特的脂肪，已被证明有助于保持瘦肉肌肉，同时促进脂肪减少。临床研究证实 CLA 可以帮助老年人在减重期间保持肌肉，而且透过野牛肉，您直接从来源获得它，而不是胶囊。铁质含量也令人印象深刻，每份约4毫克，以您的身体容易吸收的血基质铁形式。除此之外，您还获得大量的硒、锌和 B 群维生素，所有这些都是将蛋白质转化为食剂，肌肉组织的关键角色。然后是肌酸，虽然许多人把它当作补充剂购买，但野牛肉天然提供它。肌酸是赋予肌肉爆发力的燃料，随着年龄增长，肌酸水平下降，导致表现更慢更弱。吃野牛肉有助于补充这些储备，还有环境优势。野牛通常是草地放养的，以草为食，而不是被圈养并喂食谷物和抗生素。这意味着为您的身体提供更清洁的蛋白质，并为地球提供更可持续的选择。烹饪野牛肉很简单，把它当作牛肉对待，但请记住它更瘦，所以煮得更快。
瞄准3分到5分熟，以获得最佳质地。味道略带甜味，浓郁，深深令人满意，与起司的水感平淡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您已经看到了7种在保护您的肌肉、能量和独立性方面完全超越起司的强大食物，每一种都带来独特的东西，更快的蛋白质、稀有的营养素，以及帮助减缓甚至逆转随年龄而来的力量流失的化合物。请记住，肌少症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您可以战斗的战役。从您盘子里的东西开始，现在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这7种食物中，您会先尝试哪一种？在评论中留下您的答案，我会阅读每一条。您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不要忘记按赞和分享，让更多人能够发现真正能在60岁后重建力量的食物。